叶子很大的，可以长到嗯1公尺高啊，有那么高吗？几十公分高了，可以长得很高了。叶子片又很大的那个是艾蒿了，不是艾膏。然后那个最小型的是艾草，然后中间的型的是益母草。左边大的叶子的是艾蒿，高低的高加个草字头，也有念艾高的嘞，应该是蒿，草字头一个高低的高，念作蒿。然后来左下角那个是益母草，这两种叶子都比那个右边的艾草还要大，比那个艾草的还要大。艾草是3种里面那个最小的，它那个环面有白白的，茎还有绒毛。艾草可以吃，可以食用，那个益母草还可以哦，但是艾蒿就没有，艾蒿是端午节的时候挂在那个门上那边辟